继续同款是交通的消息，除了车无让过路人的这个问题，即马优先行人道路的设计嘛开始受到重视。不过台中市目前也是有500个的路口，花条线接人行道的所在，唔是去互变电箱砸到，就是去互树仔挡咧。过路人无法度顺利行伫咧人行道，都爱闪来闪去，因啊，这个情形嘛增加发生车祸风险。 闪灯的路口虽然有个斑马线，不过一行到对面，煞唔知影要为倒行上人行道。台中市大理区这个路口，人行道顶悬规排变电箱挡着斑马线的动线，人行道也有落差，附近的民众感觉真正真危险。一些老人家他走这样都要经过那里，有时候那个阶梯嘛会跌倒啊。南区中兴大学附近的这个路口嘛有同款的问题。 斑马线接到人行道的所在，嘛去有树丛，也有 U-Bike 抢站挡掉的，行人也加闪撇才会使通行。可能要再找一个对适合的位置，因为那边这样直接设的话，可能又有站牌跟树的话，会走到尽头会没有路这样子。台中市亲像安尼斑马线通行的动线去用挡掉的状况也阁袂少，袂少民众认为。 行人地价唔那是车辆要让不让的问题，嘛应该为优先行人的道路设计，按呢上源头的问题来解决。以往就已经开始启动相关的盘查计划了，那我们在前瞻计划以及执行的计划之后，都会陆续持续在这方面就改善。我们在设计阶段的时候，也会有把这些无障碍的东西都纳入我们的那个设计元素里面。 台中市政府表示，今年的道路设计拢已经甲斑马线动线无障碍设计，那入去规划考量。但是根据建设局的统计，台中市也有507位的行人道动线去用阻碍的问题，目前已经分阶段开始进行改善。会甲交通局以无共地区的状况来讨论是要调整斑马线的位置，也是移除阻碍物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